不是很清楚哎。大概知道，知道。现在这个疫情这么流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管制措施是有必要的。很好啊，我们遵守了，你看，对，我们遵守了，很合理，才能够有效预防吧。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大家都没戴口罩，然后很多假日庙里这个庙其实蛮多人的，那这样其实接触感染有时候也蛮有风险的。不会啊，反而这样还会比较安心。去哪都是一样的措施啊，对，所以我觉得没差吧，至少我们还能出门，还能出门就很幸福了。不会，因为拜拜大家都知道，就是诚心诚意最重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知道现在进到寺庙，不仅要量额温，还要喷酒精，还要佩戴口罩吗？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自4月10日起，寺庙不仅要实施人流管制，还要规划参拜动线，甚至针对信徒也有不同的规定哦。而这6大措施分别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民政局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找到了我们的民政局长，因为我们来问问看我们的寺庙管制措施。局长好。我是民政局局长严正标。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参拜的动线上，希望是说庙能够规划右进左出的一个动线但是要进去之前，你也需要戴口罩。在入口的所在，你嘛爱量额温嘛得爱手部酒精消毒。那第二点呢，我们希望是庙方你能够依照你的空间大小来控制人数嘛它的原则是人与人之间要保持有1.5的社交距离。那第3点，我们也请庙方多加强，比方说厕所、洗手台，还有挂杯签机这些清洁消毒的工作。第4点呢，我们希望庙方，如果你平常就有很多人的话，是不是可以安排信众就在庙埕进行参拜就可以？那第5点呢，我们也希望庙方能够协调外围的一些摊商能够把动线拉出来。第6点呢，就是希望庙方也能够在防疫期间避免提供饮食。我们有诚心去庙拜拜啦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心静下来，让庙给我们的规划能够实现你也可以替神明做一点事，替我们的医护人员做一点事，那是可以展现出你自己的格调，就是这样。好，谢谢局长，谢谢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4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政府为了协助受到肺炎影响减班休困甚至失业的朋友就业，同时因应市府相关防疫能力的需求增加，所以早伫6都进前先推动防疫安心的工作计划。目前第一波50个工作机会将伫4月20开始上班。市长黄伟哲上午亲自敲电话通知入厝的朋友。台南市率先全国第一个实施防疫安心上岗计划的城市，第一波入厝的50个名额将伫咧20号正式上岗。第二波防疫安心上岗嘛将开始报名，而且市府的工作计划，佮加上中央释出的工作名额，总共是达到1355个的计划。安心上工计划这个台南市总共分到1155位那其实坦白讲。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但是因为中央有中央的流程，中央有中央的这个程序，那等到中央的程序开始，工作机会提出来，按民众来报名，等到他们有工作的话，这个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一段程序要走，而且中央的部分，他们是虽然都是按这个时间1小时158块，但是可能中央可能它的一个上限每个月大概是12000多块钱，那。台南市版大概是最多可以工作到176个小时，大概是27000多块钱。
第二波的报名，民众只要伫22号进前寄出报名资讯就会使。相关的资讯嘛会当伫市府劳工局网站来查询。劳动部很支持台南市，所以我们跟他争取到1155个名额，现在陆续在登记这样的一个面试中。那这个薪水是一样，时间158，但是呢每一个月只能做80个小时。那当然我们这样台南市为了这样疫情变化，有待业中的劳工伙伴，我们共争取到的1355个这样的一个职缺，希望大家劳工伙伴，你真的待业中有需要来的时候，赶快来报名登记。防疫安心上岗计划虽然工作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过对着因为疫情造成停工或者是失业民众，会当讲是一大帮助。未来成效若是真好，市府嘛会甲议会研议，使用第2笔金继续实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吉比夏中心受外交部委托，进前甲加勒比海4个邦交国进行防疫经验的视讯会议，在7月上午再处以视讯的方式接受贝里斯一间电台访问，并且做专题的直播，持续让国际看见咱防疫的成果。上午10点，由贝里斯上具代表性的媒体 Love FM 电台以视讯连线的方式，专访吉比医学中心的护理部，加加护医学部的感染科医师，针对贝里斯民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并且做专题的直播。会中吉比医学中心医务秘书陈吉祥嘛借此来分享台湾伫这波的疫情防疫加抗疫的经验。今天呢？早上特别那个贝里斯一个爱广电集团这是在他们国家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而且唯一全国的人民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他们希望借由台湾的经验、奇美的经验来去分享，说到底我们台湾在防疫方面做的如何，是怎么做的，怎么落实可以做到这么成功。所以他们对这个一般的民众跟医疗人员都非常的有兴趣要了解，所以今天早上就特别安排了这个一个会议。现场当时嘛有一名贝里斯的护理师 Vivian， 因为目前正伫吉比医学中心来交流学习，嘛出席视讯的会议，分享伊伫吉比医学中心的学习情形，甲台湾的防疫经验。他其实要来台湾之前，他非常的恐惧啊，他听到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流行。所以呢，他来的时候其实非常恐惧。可是他一旦来到奇美的时候，他觉得奇美在无论任何的防护，然后主动的做了很多防疫，甚至超前的部署呢，包括一些量体温啊、酒精啊等等，那甚至连防护衣还有口罩，那包括他的口罩在国外其实是找不到的。他觉得奇美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准备给他，他就觉得很开心、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奇美的手术室来接受训练这样子。Vivian 护理师表示，因为伫贝里斯国内电视台无像台湾遮尔普遍，因此收音机的普及率甲影响真大。尤其该电台阁是因国内收听率真悬的广播电台，伫直播的时，台湾是上午，拄好是贝里斯的黄昏，预计暗时会阁停播一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直关心社会需求的一下，美容集团日前已经热心捐赠防疫的相关物资，现在佮加码赠送160支额温枪，要予台南市警察局来保障基层员工安全。17日下晡，台积年谢主代表捐赠予市长黄伟哲，现场热烈温馨。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社会上侪企业拢发挥爱心，踊跃捐赠防疫需要的物品。其中爱尔利集团到现在也拢持续捐赠防疫的物资，即届也再次捐赠160支的额温枪，予台南市政府的警察局。17日下午，台南林谢主务也亲自到台南市政府，将这额温枪捐赠予市长黄伟哲。期待这额温枪会使发挥上大的效果，保护咱市第一线的警察的健康。防疫时期呢，每个人都肩负着相当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面呢，爱尔利集团不落人后。我们持续的在公益方面展现我们最大的努力，展现我们最大的心意。同时，我们要向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警消人员致上我们最大的敬意跟谢意。今天常如山董事长特别交代我，要亲自过来向台南市政府表示我们这一份关怀之意。总共是160支的额温枪来赠送给我们台南市政府，希望把它能够做到最大的功能，
做到最大的发挥。我很感谢爱尔利集团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让我们防疫增添力气，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不管第一线的这个警察同仁不管在派出所或者外勤队伍、外勤队都能够有这个额温枪来保护自己。过去一部电影，这个小马哥曾经说发誓再也不让人家用枪指着他的头，但是额温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希望说警察这个在办案的时候，在接触民众的时候有一个额温枪加上口罩、勤洗手，那就能够至少能够对于这个疾病的这个侵袭能够有一个好的抵挡。那希望说天佑台湾，台湾今天又是零确诊，能够让这个我们的疫情越来越远离。但是在疫情完全解除之前，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千万不能大意。所以说，对于这个额温计的需求对于相关防疫物资的需求，都谢谢各位许多的社会上有充满社会责任的企业以及有爱心的人士一起来共襄盛举。除了政府需要做好防疫的工作以外，市长也呼吁民众爱定定量体温甲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安尼互家己健康，也会使保护厝里人的安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配合政府防疫脚步，台南在地地保工业甲课程科技特别关键7台图书杀菌机，和新营、大港等7个地区的图书馆，让民众会当安心来阅读。在7号上午关键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感谢企业的爱心。市立图书馆为了让市民朋友伫防疫期间会使安心来阅读，将对防疫做了侪相关的措施。同时，伫市长的募集之下，台湾知名的企业可成科技甲地保工业也特别赞助了7台的图书除菌机。17号上午，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新营图书馆试用这台除菌机，并颁发感谢状向企业表达感谢。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台南市立图书馆来见证这个地保工业跟这个可成科技所捐赠的这个图书除菌机。在这个防疫期间，许多这个除菌、杀菌消毒的东西都是特别有防疫概念的。但是其实除了防疫之外，我们平常书本借阅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经手都会翻阅，那可能会造成细菌滋生的地方，所以很多书的这个安全或是它的整洁干净，事实上是值得探讨的。那谢谢他们2个公司可成跟地保，他们捐赠这个除菌机，可以让消费者也就是我们图书的借阅者，我们的市民朋友，他在借阅书籍的时候能够有更多一层保障，能够把书籍上面的细菌消除。那这样的话，那他们借阅的书回去阅读的时候会更有保障，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未来这几台除菌机将会伫新营、大港、林德等7间的图书馆，予民众来使用，只需要30秒就会使将册子变清气。现在为了鼓励市民伫厝内阅读，减少出门的机会，市立图书馆也将每一个人的电子册点数提悬，同时提供超商来提册甲宅配到家等服务，也请市民朋友多加来使用。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节也有疫情期间相关爱心的公益行动。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湾东百会为了感谢医护人员为防疫付出，对16号开始准备500个便当送予生态病院。这款的便当是百会特别精选5间无同的餐饮业者，每一间传100份将分体赠送，希望予医护人员会当吃到烧烫烫的爱心便当。
台南大远东百货响应集团将伫个全省发送1万个爱心便当，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16号暗时先准备100个爱心便当，由内部严选的餐饮业者精心来料理，送到邻近的成大病院，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并且为了因的辛苦，由成大病院医务秘书杨怡清来代表接收。远东百货特别选在这个时候的话，为了表达远东百货的话对医务人员一些敬意，我们全省共要捐出1万个便当，来表达远东百货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也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辛劳，没有他们站在第一线为我们守护着，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还可以这样子很正常的生活着。那我们应该觉得感恩跟惜福。那当然，我们心里面也非常感激这些守护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尤其在我们今天跟成大医院对这一次疫情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跟协助，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所以远东百货特别精选了我们5家厂商品牌的便当想说提供给成大的医护人员们一些不一样的口味的尝试。台南成大医院我们全院的所有的这些医疗相关的工作人员都一直非常的努力，这当中也很感谢各界的一些的一个资源以及协助以及这个努力。那这次我们很高兴，我们台南大圆百公司集合他们所有一些店家能够给我们的员工同仁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我想对大家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温馨，而且感受到即使在这么辛苦的情况下大家更愿意能够在付出对我们台湾全民的一个保护做更多的一个努力。台南大远东百货将分批送出500个爱心便当，而且逐工拢是严选无同的餐饮业者来准备。伫第一天的爱心行动，同时嘛有新设立的专柜，主动响应，提供100罐的雪儿米饮，希望会用为医护人员来补充元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在台下面对肺炎疫情，积极进行超前部署，加强校园的管制，甲实现个人的卫生管理。嘛有就他该校 EMBA 议员林美燕，甲静心生意经理王丽婷，联合慈利时尚协会，共同关整600份的天然精油芳泽，来协助学校防疫工作。目前就读台南大学 EMBA 学生林美燕甲王丽婷。因为有感学校对着防疫超前部署的努力，联合台南市议员林美燕服务处、静心生机以及慈利时尚协会等，共同捐赠600份天然精油手工香皂，予台南大学师生加强个人卫生管理，远离疫情的威胁。这次的防疫里面，因为我本身跟我们理事长都是我们台南大学的就是校友，那在这次防疫过程中，我们想说。怎么尽一点心呢？所以我们就讲了一下，就建了一些香茅的手工香皂，那它给我们的母校。咱的这个精油香茅它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整个制成都不是水的，跟一般的香皂不一样它是全部用精油跟植物油下去调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精油皂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民众如果在外面买到精油皂的话呢，可以切成这样子，然后呢切成一小块放在沙袋里面，可以做驱虫，或者说我们夏天现在登革热到了，也可以让蚊子有没有？不会来，然后也让我们闻起来很舒服，而且是针对我们的呼吸道能够舒服，能够顺畅。然后呢，还可以你把它泡在水里面呢，然后变成水呢，肥皂水变成我们精油水的话，可以放在这个喷瓶里面当做防蚊液。学校方面嘛，由台南大学主任秘书江丽娟出面接受这份礼物，并会尽感谢状，感谢林美燕以及王丽婷2位校友的付出。2位这个我们 EMBA 的校友美燕议员，还有那个静心的这个丽婷理事长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一个防疫期间愿意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赠送学校这个600块的这个香茅精油的这个香皂我想也是非常的是一个及时雨，学校这边呢非常的感谢。静心生技公司卫教经理，同时也是慈利时尚协会理事长王丽婷嘛表示。因为身为学校学生，另外嘛是育成中心种植的厂商，所以对着学校事务一向十分支持。这次虽然捐赠的数量无多，但是嘛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互社会大众会当来到学校做伙来防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竹溪原本是旧台南市区唯一的自然河川，加上两边种真侪竹仔来出名。不过，却因为都市发展变成乌乌草草的水沟。即摆经过市府争取前瞻经费来改善，不但让水质对重度污染变成轻度，而且两边的实在嘛成为民众翕相甲上网打卡的新景点。位伫健康路竹溪健康广场，最近因为养蜂枫林木的盛开，吸引袂少的民众，不管是大人或者小朋友，拢前来翕相留念。不管是3、5个好朋友，或者是全家大小，甚至嘛有阿嬷带着孙来到闹热，欣赏这粉红色的养蜂枫林木。足水啊！系啊，尤其是搁这个溪边吼，整理了吼，改善很多啦。真的哦。对。你今天是特地带孙子过来吗？是啊，因为觉得蛮漂亮的。因为昨天人太多了，所以今天来想说镜头应该会比较好。对健康路广场一直行到新起的月见桥，虽然长度只有短短400-500公尺，伫个过去竹溪还未整治时，溪水是乌乌草草。不过经过市府争取精尖计划，全国水环境的改善，不但河面的断面变宽，而且堤岸嘛拢以自然的工法，加上无同的植栽，希望营造一档四季拢有无同的花蕊会当欣赏。这个竹溪的整治跟别它的溪流不太一样，它还有进水的功能。最重要的，这么美的地方，我们需要能够亲近，所以它既有清水的功能。那据我了解，它蜿蜒长达850公尺。那水利局、公务局在这边的努力，种了很多我们即将在像2月份、3月初开的黄花枫林木。马上接棒的就是现在4月份的红花枫林木，甚至到5到7月份会有所谓的火焰木。但他们也跟我说，他们种了很多台湾栾树、枫香，还有一些枫林木等乔木，希望他们适应在地的环境，也希望带给说1年4季您来竹溪体验不同的色彩。目前竹溪整治包括1期的水岸园区、甲2期的体育园区，已经接近完工的阶段，总经费大约10亿8千万。后续还阁有3期的生命园区的部分，希望完工以后会用来提供市民更加亲水、近水的自然环境生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人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21度到30度，白日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4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